经过刚才他们的考验，正式宣布刘洋跟金海可以正式加入我们香港明星足球队。好，既然你们都是Gary、金海、跟你都是香港这个中年好声音第3季的决赛，你们要不要送一些礼物给我们呢？有，送首歌给我们好不好？好，你们唱，我們唱。1、2、3。遙遙晚空，點點星光，息息相關。你我哪怕天極高門路，替我解開心中的孤單。是誰明白我？情同兩手，一起開心，一起悲傷，彼此。